只係講方家柏嘅馬，咁我哋咧要講5隻馬，最近26 win 嗰個贏。川河專區，贏美女傳承嗰只。死啦！方家柏我都唔係好熟添，我都要多啲嘅，我要隻方唐武士啊，我估應該有7 win 左右。死啦！方家柏仲有咩馬咧？退咗役同現役都得。跳出香港啊！雲呢拿好似係4 win 嘅，我記得。跳出香港都唔係特別多嘅，我記得。川河專區多啲，啱啱轉過去嗰啲都得噶嘛。得。農民邊影啊？邊定好似有3 win 嘅啫喎，唔緊要啊，到我。咁我整一隻糖黐豆，應該係4 win 嘅，我估。三軍勇將啊！跟住我而家頭先應該係15 win 左右，我要講隻多少少嘅喎。天狗呢隻應該係多嘅，我覺得我近㗎啦。我應該係仲有一隻，我應該都係要多少少。後無來者啦，哇，諗唔到啦。超級軍團應該係得1 2 win 嘅啫，計下數啊！好，有結果，超級軍團3 win， 糖黐豆8 win， 方唐武士7 win， 雲呢拿7 win， 天狗13 win， 加埋38。Damn！ 爆啊！Damn！另外川河專區9 win， 跳出香港6 win， 農民邊境3 win， 三軍勇將4 win， 後無來者0，加埋咧就係22。都係你贏啊！我贏爆，估多咗，估多咗。OK。